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头家，这间大下厝你一定真怀念。你放心，总有一天你会搁搬倒转来住。我绝对袂让这间大下厝落喺别人的手头。还佫有，等家互你摆去的土地甲遐个店面，我嘛会想办法甲买倒转来。 头家，你毋免伤激动。我知影你即马真欢喜，也真感激。还佫有，我会好好替你照顾迄两个囡仔。我嘛会请同好的医生来甲你医治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当搁徛起来。假使讲你若真是无法度徛起来， 你嘛免想烦恼，搁较安那讲，我嘛捌踮咧这间厝的大家，伫遮食过头路，算起来是你的下骹手啦。我即马有能力替恁陈家做淡薄仔代志，我家己嘛真欢喜。即马只要续顶点头，恁就用个搬入来度。 你替我苦劝续顶，好无？你答应啊！你答应啊！我实在足欢喜，我实在足欢喜。我真正是惊到啊！我为少年。 一直到即马，拢伫闪遐等家啦。不管我秘到什么所在，都会去当着等家啦。我已经老啊，嘛已经无重要。也毋过我无希望美观的下场甲我同款，一世人拢伫闪遐等家。 事若是安尼，我会对不起才负责啊！文英啊，你讲买闪片，咱即马离开，参闪片毋是共款？无共款啊！我一生中上快乐的日子，都是伫南洋迄段时间。 虽然咱的日子过了真艰苦，也毋过完全无人会来叫了咱。后兄，咱转来南洋好无？袂用你，我即马袂用离开你。为什么？ 你敢知影？我拄则有去找买大下厝迄个黄财源的所在。你敢知影公司拢搬到空空啊？可见伊绝对有阴谋。即马建成武甲安尼，续顶一个查某人，还佫有志仁甲志忠，我敢会甲等下无管呢？我真正放袂落心。你想看卖，阮阿母若知影，伊嘛会同款放袂落心，敢毋是？ 我找你参详要创啥？你是陈家的人，你一定替陈家设想，我会替陈家讲话。我甲你讲这个，有啥物路用？文英啊，
你莫误会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你唔是这个意思，是啥物意思咧？阿姨甲美娟，伊嘛是陈家的人，都干那我唔是。阿姨叫我莫去离囝，嘛是为着陈家。你叫我莫离开这，嘛是为着陈家。恁所有的人拢是为着陈家，为着建厂，为着上帝。有啥物人替我想过？我有陈家的囡仔，我袂用去离。陈家的人对我无情，我袂用去怨恨。连我身躯边上亲的人都叫我替陈家的人设想。阿峰兄，我毋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我是一个做人头母，有血有肉有目屎的人，你是安怎拢要安尼逼我？文英啊，文英啊，文英啊！美娟一早起敢若下狗，连一句话都拢不爱讲，敢若公公踮遐认真做代志，表面上敢若无啥物代志，其实心肝内是咧受气哩。唉，这款情形哦，互我看到足烦恼的。我即马搁替伊烦恼，有啥物路用？我一定爱将伊放袂记。真无讲了真对，我若无法度将伊放袂记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？我一定要有决心，不然搁互因逐个搁再为着我的代志烦恼。美娟啊，唉，美娟，你毋通袂记讲你是这间店的头家哦。做头家的人吼，是有真侪责任都要去承担。你若逐工安尼戆戆坐踮遮想，无要用心去做生意，这间店早晚是会倒哦。我知啦，这出钱我开这间店，是要完成阮阿爸甲阮阿母的愿望。我毋知影真少，常常为着我家己的代志，甲这间店放啊拢袂管。啊嘛，几落个月拢无开店，无趁钱，我感觉对阿姐足歹势。美娟，你若真是这阵会晓安尼去想吼，还阁会负啦。只要你肯拍拼，进步一定甲你支持。进步，我想要出来一个。你去倒位？我想要来买一花花，开个店的，甲店的重新布置了后，这个店一定搁较活泼。安尼好，爱进步陪你去无？免啦，我家来就好啊。无会较细腻咧哈。我知，我来去。希望伊是真是想开啊啦。美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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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走啦！我伫遮等你足久啊呢。那我要创啥？美娟，我甲你讲。我即马甲以前拢无共款啊呢，我袂阁怨倒阮阿兄，我即马要靠我家己，我要甲阮阿兄公平竞争啊！美娟，啊你甲阮阿兄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是安那伊出车祸伫咧病院，你拢无去看伊？啊伊即马出院啊，你也无去看伊？伊逐工拢足想你的呢，规个人拢变甲足失志的。好，
你甲恁阿兄要安怎竞争，还是恁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啦。啊，美冠，你甲阮阿兄到底是安怎？我看会出来，恁的感情已经真好啊。就算有一天你选择的是阮阿兄，毋是我嘛心甘情愿来祝福恁啦，绝对袂破坏恁的感情。我干那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但志忠，请你听好清楚，嘛请你选过恁阿兄。从今以后，我甲恁兄弟啊，田无够水无流，请你莫搁有交了。美冠，也搁有，请你选过恁阿兄。伊即嘛上应该烦恼的是家己的身体，毋是我。请毋通为了我失志，因为安尼无结果。美冠，等一下啦，美冠。我警告，你莫搁提，要若无我报警。为你伤心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美冠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你毋是出去买花，花咧？我一直想要将伊放袂记，想要重新开始。是毋过安怎啦？我去拄到志忠，志忠，讲伊等我足久，伊讲伊要甲志玲共款，公平竞争来追求我。啊！我甲志玲是共平讲过遐，甲我甲志忠着有死心。我即摆上挽回了，就是我的亲生阿爸。是我，无要饲我。伊家己做嘅，家己无要承担，包含我这个死生来承担后果。我绝对袂原谅伊。美冠啊，恁老爸嘛毋知影讲代志会变甲安尼死。假使伊若是知影吼，假使伊即摆若是还阁会叮当会讲话，伊一定会来找你，一定会对你有所弥补啦。啊！青芳，你要替伊讲话。我细汉时阵，需要人照顾的时阵，伊在哪？我即摆已经大汉，我家己会晓照顾我家己，我更加无需要。我冤，我这世人都袂承认伊是我阿爸。美冠啊，你阿爸咧？哈？阿爸毋是伫咧困啊？无咧房间啦，啊，敢是志忠家带出去啊？无可能啊！志忠透早出去画图啊！哎呀，袂行路，人哪会无去啦？阿母，你先莫着急，我即摆出去外口找啦吼。阿爸，阿姐，阿关，志玲啊，我倒来恁兜拢无人伫个，我就想讲带恁阿爸出去行行的。拄啊，伊咧路的放屎，我毋知要安怎处理，只好甲甩转来。阿姐，多谢你啦，我送阮阿爸入来内底洗洗。你是安怎要带出去？你带去倒哈？我带伊去大爷厝啦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刺激伊？我无刺激伊啦，我只是甲讲，我希望伊会当高正你，互你点头。那安尼，恁规家遐就听我早一日搬转去大爷厝啊。哎，淑珍啊，你知影无？店长是听到讲会当搬转去大爷厝，伊足欢喜的呢。阿关啊，你莫落来戏人阮，莫过来教养阮好无？店长已经变甲安尼啊，你搁来折磨？淑珍啊，你莫逼我，你转去啦！淑珍，你转去啦！志忠，啊，
志忠啊，志忠啊，阿元姐啊，志忠啊，这看你面色无介好，是发生啥物代志上？无代志就好啦。对啦，你顶边那阿一甲你找头路，我找着啊。有影啊？有影，我即马就带你来甲头家熟悉一下。安怎？你无想要去哦？无好啦，咱来去。爸爸，你敢知影？我甲伊个人竟然甲恁有冤仇。阿母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也毋过比管甲你甲阿母也要冤仇啊！是安怎？你顶一代冤冤要牵连着阮这代？我相信，我若带美管，一定会好好友好你甲阿母。敢讲你袂用化解，咱莫阁再继续扣分啊，好无？爸爸，你敢还会记哩？伫你咧带阿姨的时阵，美管伊拢定定去照顾你。亲像这尔好的查某囡仔，我要哪会忍心放散？放弃，阿爸，你互我带伊好无？阿爸。阿好兄，等阿姨甲美管转来，恁就用食饭啊。妹仔，我知你爱生气，自头到尾，你为着阮大家受遮侪委屈，拢是阮大家唔对。我甲你回事咧。阿好兄，你毋免甲我回失礼。你一直拢在照顾我，应该是我甲你感谢才对。文亮，阿好兄，有一单代志我想要甲你讲，我已经决定，这几天我就去订船票，带美管去南洋。去南洋？啊，你若甲美管去南洋，我甲阮阿母咧。你甲阿姨会用继续留落来，帮助建昌因一家人。我就知影你还搁咧生气。阿好兄，我无咧生气啊，我是希望你甲阿姨会当全心全意帮助建昌，莫阁因为我，互恁有其他的顾虑。哎呀，文玲，你捌我遮久，敢讲你无了解我？你若真正离开遮，我敢真正会无挂路。